若講咱厝內面的電器要修理，佇網絡找到的，定定唔是原廠的。消基會是呼籲講，政府就愛加強網絡廣告和平台管理，減少唔是原廠維修站煞掛人品牌亂象。另外，講到這白沙屯媽祖進香呢是熱烈滾滾，不過近日傳出講這假贗品有詐騙的情形，提醒民眾唔但愛認官方，也愛確認資訊，才袂去互騙去。在網絡用關鍵字要找家電用品的修理站，所發現真濟攏有掛品牌的名，不過假的攏唔是官方的。就是他認為我找到的牌子名字上就是他們，就是國際牌，就是日立，我就認為就是他們廠商，但不知道說原來有些名字上面差一個字，它就不是了。消基會講，這掛網站攏甲品牌原廠無關係，所以用大品牌關鍵字寫消費者點連結，唔拿大品牌互人食名。消費者若委託這非官方廠商修理，凡說會拄到修理品質歹、收費懸，甚至造成家用電器放棄的問題。消基會嘛講，一月日按算有超過100件的申訴案。我們政府這幾年打詐打得很嚴重，但是呢，像這個消費者家電出了問題，怎麼找官網？哪一個搜尋引擎回復的才是真正的正牌的原廠？這件事情呢，一直以來都沒有人來關心。消基會呼籲政府對下部門合作，加強網絡廣告和平台管理，減少亂象。電器工會是建議民眾家電的說明書都愛看，內底攏有維修的電話。其實說明書裡面大部分的他們都還有寫他們公司總公司的電話，懶得連那個說明書、保證書都不去看。這樣就比較容易被誤導。另外，白沙屯媽進香活動是鬧熱滾滾，不過社群平台近來嘛傳出真濟免錢送媽祖假贗品的刊文，要挾民眾點連結，編購資還有金融資料。那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嘛公告，這個攏是詐騙，嘛提醒民眾網絡頂懸的消息攏愛先查證，認定官方，才袂了講擱蝕本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